今天他要介绍的这个呢，是江浙菜里面的，真的是很传统的这个手工菜啊。一个是笋豆，一个是苦瓜。我们先看我们的这个笋豆，在料理的之前要先哪些步骤？大家要听仔细哦。黄豆呢很难煮，那所以我们先把黄豆泡一整夜。 或者是有一个撇步，告诉大家怎么把黄豆快速的煮烂的话，就是把黄豆，如果你明天要做的话，提前一天你把黄豆放在冷冻库，然后第二天要煮的时候拿出来先泡水，大约泡半个小时就可以了。我们这个煮了2个小时以后，那现在的话，我们先开始来做这个笋豆。你怎么样去实验说黄豆它的就是看它有没有熟呢？就是用你吃一下看它的口感。 不能太烂哦，太烂的话，等一会儿哈，到时候它做它就没有口感。要是那种 Q 弹的，那我们现在这边锅的话，先开火。我们这个火呢，先关成小火，然后旁边有加一些油。另外的话，这就是酸笋。酸笋呢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它可以把那个黄豆的味道呢融合进去。我们把酸笋洗好、处理过的酸笋切成碎末。 老师，那这个酸笋要不要说把它洗好之后还要再泡水，把它的一些咸味啊再去掉？是要用，要不然的话会有一种专色的味道。我们这个都经过处理过的。哦，所以就是要先泡水，然后再把它拧干这样子。是。 哇，这道酸笋呢，老师有事先做好的，超级的好吃啊！像这一道菜的话，哈，你吃到会有觉得很多人会讲说有妈妈的味道，因为这一道菜很耗时也很费工。从它开始泡豆子这一整夜的话，我们就不讲了。从它开始煮的话，大约的话时间需要2到3个小时。那我们有一个速成的方法，刚才已经教大家了。现在呢，我们这边的油已经好了，对。那我们再把辣椒是为了一样的话，黄豆有一种特殊的味道，辣椒和酸笋的话都是为了去这个味道，所以把这2种调味料切碎，一样的都切成碎末。那现在我们这边的火已经开了，那个火已经到一定的火候了，我们把酸笋放进去。 也要煸一下的，是要把它爆香，跟辣椒一起放进去。哦，这个真的是很特别的做法哈，居然是要把这个酸笋呢把它爆香。我们尽量把火关到最小，因为这一道菜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黄豆在煮的过程中呢，有吸进了很多的就是水分，我们要用小火慢慢的把它就是收汁。然后再倒入已经处理好煮的 Q 弹的黄豆进去。 这样轻轻的拌炒，所以锅子油老师也没有放很多，对不对？没有。我们现在都是健康饮食新观念，我们就是少油、少盐、少糖。那我们再加入酱油，少许的酱油就好。再加入少许的胡椒粉。刚刚老师加了什么？酱油、胡椒粉。所以这都没有加水哦，没有。等一会儿我们会加入糖，因为今天是小匙的话，那我们就加入4小匙的糖。难怪老师一直强调要用小火哦，因为你有加了酱油，又有加了糖，如果你不是用小火的话呢，很容易就焦掉了哦。是。 老师，这道菜是你父母教你的吗？这个是跟一个老师傅学的，一个阿嬷学的。哦，对，所以你们那边的人是，他也是算是外省人第2代吧，从当初1949年一起过来台湾的。是哦。那因为酱油的咸度是不够的，那我们再加入少许的盐巴，1/2茶匙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也不希望我们的笋豆做出来颜色太黑哈，是，所以老师就说，哎，用一点盐巴，不要再加酱油了。
老师，我看你煮了已经很紧张，我很想帮你加水进去，哎。这个不用，因为它糖的话，在这个过程中，糖融化以后就会有一些水分，所以从始至终这一道菜都不能用大火，大火的话哈就会失败了。是。哦，所以这个真的是功夫菜啊哈，因为要花很多的时间。黄豆在煮的过程中哈，吸入大量的水分，所以这一道菜从开始要做最少要历时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就是慢慢的收汁，然后它黄豆又会恢复原来的那种弹性，然后慢慢的话，它的颗粒会变得比较小。这一道菜到时候做成以后，你可以放在冰箱里面放出冷冻，那然后要吃的时候看你需要的量再拿出来。喜欢吃黄豆，尤其是更年期更需要吃黄豆，对不对？因为黄豆里面含的有异黄酮素，包括植物蛋白，对人体都是很好的。那我们今天这一个黄豆，我选的是无机改的黄豆，所以呢，大家可以等一会儿可以好好的去品尝。老师讲无机改，不晓得会不会讲的让观众朋友听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就是非基因改造的现在很多都是经过基因改造的，这个不管是豆类啦、水果啦所以要强调是非基因改造的这样对人体才不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老师，那什么时候要放水啊？这个一直从始至终都不用加水。可是你不是说要加大骨汤吗？没有，那个是煮的过程中，我里面有加一些大骨进去，然后黄豆才会吸附它的汤汁进去。哦，所以在煮的时候呢，如果是吃素的观众朋友，当然就不可以放大骨汤。如果是有吃荤的话呢，老师会建议呢放1、2个大骨跟黄豆一起熬，这样子的话，这个黄豆呢会吸附呢这个汤汁。是。然后就是要炒到整个水分都收干了，然后黄豆变小粒了，可是又不能变很干，对不对？是，它几乎都要到全干的程度，就是把那个汤汁收干，然后刚才有加糖的那个糖汁收干就可以了。所以这样光炒可能都要炒上1个小时，最少要1个半小时。非常的好吃啊，老师。谢谢。好，这一道呢是我们今天呢给观众朋友呈现的另外一道这个笋豆。观众朋友你不要怕这个时间很久然后就好像说不愿意尝试一定会让你满意到不行。